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最近你敢有欠电？唔是讲你无乖，所以欠电。5月17是大日子，恢复家园这4字开始有落实。那么这边插佛山爱继续运转落去，那么迄边佫爱讲 AI 晶片是家电怪兽的卖虎器，到底应不应该来延长这个佛山厂呢？今仔日5位专家到底来讨论。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能源业者张国兴。主持人在座来宾、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中央大学管理讲座教授苗启元。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台湾环境保护联盟会长贾志成。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福林科技核进会顾问，嘛是前核四厂核能技术处的处长廖锡宏。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大家好。那么另外在线顶的是来自恒春半岛核三厂的低压关注小组的成员张清文张先。主持人甲来宾甲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是，那么首先咱先来关心5月17号台湾进入了恢复家园了后，台电、火力发电拢咧胖。那么外界质疑讲无顾人民的健康啦，立法院南北两党呢，嘛联手通过了佛山厂的烟压公投。不过，屏东县县长周春米表达了反对。若是顶一日再来台湾的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伊表示讲，这咱台湾政府应该呢爱来投资佛能。最后一台运转中核电机组517停机，减少3趴的供电，拄好阁拄着4台燃气机组同时阵故障。为了以持安全备转，台电紧急调度兴达大拿电厂备源机组，加强火力发电。国民党立委批评是火力全开，互空气污染恶化。请大家少用用费发电的这个词。其实高雄人也会想问你，如果不是用费发电，请问你现在觉得如何解读现在我们是用什么发电呢？我们能够希望那个用煤发电能够越少越好，但是其实各种的空污的减量也要一起来做啦，反正是整个国家的平均，不是说一个站。那我当然知道高雄的确 PM2.5 平均还有到15左右，所以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问题。核三17则拄约立法院国民党团、民众党团联手通过核三延役公投，8月23就要投票。屏东县长周春米表达反对立场，认为欠缺讨论，应该尊重屏东人。请尊重屏东人长期已经40年在核三的影响威胁之下，已经除役了，还要再走回头路吗？不哩个回答执行长黄仁勋顶一日才伫洞察 AI 趋势峰会，讲到各种能源拢需要，呼吁政府应该投资核能，能源无应该互污名化。彭启明表示，政府将来唔爱放弃任何能源，不过必须考虑到台湾有地动、断层这寡特殊的地理条件，也无法度妥善处理核废料，爱处理大众的共识，也期待有更较安全、更较保障的新能源技术。记者综合报道。咱这条新闻是包了这几天的这个新闻的进展，这是咱台湾。不过我相信在座也是线顶的张先生拢知。这个美国总统Trump 伫白宫的这个伊的办公室咧签署讲，我要来再度发展到这个核能。这个是美国即马开始讲，我要用电，我要制造业，要创啥物？这是毋是讲趋势，即美国即马有这个倾向，有咧安尼用。不过我要先请教到咱在地张先生因为你的这个抬头叫做佛山厂低压关注小组，恁这也无表示赞成，嘛无表示反对。
你个人呢？你的态度是啥物？我个人的态度是安尼吼，任何一项物件一定要有安全啦。吼，安全是阮恒春人伊重大伊的迄个希望啊。伫即个核能啊无发动迄落时阵，我会记哩顶一站的时阵吼，即个咱台电敢若要伫社区用一个即个变电所啊，居民就大家拢反对啊，何况阮遮是一个核能发电厂啊，即个核能发电厂是毋是安全的？既然以核定的那一个期限是40年啊，那一定有它的原因啊。我们在它除役的这一个过程里面，我们跟核三厂一直强调说，你的安全计划要给我们看，也没有给我们看。我们要求他一定要做疏散计划，也没有给我们看。我在恒春40年了，我没有看到核三厂到底它的疏散计划是什么，永远都是在欺骗啊。刘先，我甲你请教一下吼，歹势，请问今年几岁？咱几岁？啊，我今年60岁啊。所以你超过20岁的时阵，就看到这个球开始起起来嘛，吼。我国中的时阵13岁开始起，哈。啊，所以迄阵时，这将差不多40几年的这过程当中啊，你的是大人，或者是咱恒春在地的人，敢有讲小互咱偏芳一下？你啥物计划啦，还是讲要做啥物啦？有啦，有叫咱来调解嘛，吼！我知影是我所在。啊，有看啥物计划文件啊，互你过无，互你看无？无，我讲一个同简单的物件啦，吼。如果万一这个核三厂如果有放射性的物质出来，阮连集结点啊疏散计划，伊到底用偌济车要来甲阮载，还是偌济人要来疏散？阮根本拢唔知影嘛。哦，伊每一年在做迄个伊核三厂咧做即个演习嘛，车2车游览车的人入去核三厂遐走2日，领一个便当就出来。这敢是正讲的演习？哦，周先，你讲迄演习就无超恁就去斗阵就去演练哦。我曾经就伫因的迄个厨艺的说明会内底吼，我有甲因要求啦，就是甲因请求啦，讲恁是毋爱做一个恒春4乡镇伊的大型伊的演习，你较有法度去了解讲你的安全计划到底有法度。看要安怎疏解吼？对，所以你放射出那紧甲这人疏散嘛。核三厂根本就无要插管啊，所以阮一直要求的安全拢无嘛。你无互阮安全，也无来找阮讨论，也无找当地到底是要爱啥物？你干那要发电，认为核能是同即个价伊的物件，啊，阮会当要求无？阮嘛要来卖5块半，是毋是安尼讲？是，就是我吼要拜托你先在线顶稍等的，因为咱在座吼嘛有这个核市场的，人伊技术处的处长退休的哦。我相信核市场吼，迄阵时应该因为无起起来嘛吼，啊，所以疏解计划嘛无，但是伊在这体制内面的这了解吼，我先互伊来讲，啊，互伊来回应一下，好不好？吼，来，咱请廖先生你来讲。我的了解啊，虽然我无伫电手咧服务。我是咧工程单位，但是我了解是每一年拢爱做这个演习，这演习是咧在那个古早的原子能委员会，即个叫核能安全委员会下骹咧做监督。我的做界较有咧做，有做，但是是毋是做甲范围遐尼大？吼，这个伊他讲两台游览车、领便当，安尼咁好？应该唔是。人伊在地应该是讲事实吧？安尼，这电视头前伊应该袂讲白贼话啊。我相信啦。是毋是范围较大吼？有甲邀请入来，这点我无了解。毋就敢若选举咧举旗杆啊，安尼敢好？但是应该所有的演习拢伫咧核能安全会
福利安全会监督之下咧。我嘛袂当吼，安尼就来采信吼，我会留即请台电吼，你若有通好回应吼，台电你会当来咱网站啊来回应讲，咱有实际吼咧做即个演习嘛吼。就是我想搁甲你问一个问题吼，即摆面临吼，即个法院已经通过讲要延押哦，吼啊，搁要来公道哦，吼，你认为即个公道啦，啊，互2400万人来决定讲，恁在地恒春人要安怎拄安怎？你认为即个公道是有意义啊，无意义，还是讲有？但是爱先做什么前提之下才有意义。我较拄啊吼，一开始我讲台电的变电所即个问题就是安尼啦。这物件无伫恁兜的边啊吼，你公道袂准嘛？你若要公道，你就恒春的4乡镇出来公道就好啊。哦，因为阮伫遮嘛，受伤害的是阮啦，有安全无安全是阮的感觉啊，毋是全台湾人的感觉啊。安尼我安尼讲，恁敢听有？有听有。有听有？就是。哦，就是讲你公道应该是阮恒春半岛来公道，毋是规个台湾来公道啊。这是阮的权利啊！阮连工啊，若有发生安全的问题，是死兵岛呢，毋是死岛友呢？无啦，就是我想吼，因为台湾岛遮小吼，我想吼，我嘛是兵岛嘛，毋是岛友啦。吼，咱好共一条船呐，吼，所以但是我毋是讲安尼就是会当赞成全部普遍的公道，我是想讲，在恁关注小组吼，恁有提出恁的要求、恁的需求，我相信台电也好，在座这4位专家吼，人伊嘛有即个看法，咱先来线顶小等一下吼，我先来请教这张长吼，你感觉？即个人伊的要求有道理无？啊，这头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即个延押吼，因为我看足侪资料的，咱外国的即个延押吼，亲像廖处长有顶摆有讲，其实吼拢做甲真好，要随意要来创吼，拢真简单，有诶啊个 paperwork 安尼随着处理，但是我看有诶，佫开真侪钱，佫创啥？你的看法呢？是，即摆是安尼吼，当然即个张善是讲这原来有伊的道理啦，因为这电厂毕竟是伫屏东遮嘛，吼，当地居民应该对这个延押，也是讲登记这部分，因爱有权利知影，吼，一寡代志，我感觉这是交通的问题啦，吼，我感觉讲未来这若讲要登记，应该嘛要甲屏东遮人沟通。啊，至于讲公道这个代志，吼，其实你拄则有讲过，立法院已经通过讲。会当中选会嘛，讲会当来公道啊。迄是公道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讲已经通过讲，迄个核2厂甲核3厂拢会使登记啦，吼，会当延长因的生命，吼，佮延役也是登记，吼，所以其实咧法源已经伫遐，过来就是讲看国家未来需要，吼啊，台电这边因感觉有需要无，而且过来做这个是毋是要登记？吼啊，若要登记，这嘛要经过真侪程序，包括这个安全的检验。袂付钱。当然是无，即摆拢停啊啦。其实即摆拢停啊，所以你即摆咱爱行的程序是登记啊啦。哦，更新国家这个。已经毋是延押。已经毋是延押啦。吼，就是讲我这核能电厂，我即摆已经无咧放啊。哦，我未来要搁放。啊，这要搁放，咱这样有一个立法院有通过这个法令嘛？啊，根据这个法令。迄个核安会都爱去检查必要的程序，吼，这立法迄个行政院长捌讲过，这上歪3年啦，吼啊，当然是毋是这个会当缩短，这就看未来发展。啊，你拄则讲啊，美国总统伊怎川普伊希望讲因的新的电厂通过，吼，核能的电厂通过18个月内底爱完成啦，因为伊要加速迄个美国核能。发电的发展，这是一项你拄则讲的伊的行政命令。另外一项是希望伫25年内底，伊的核能发电要增加4倍啦。哦，这是真迄个真
远大理想。因为我会请张党来吼，张党本身唔是做核能电厂的，咱是做迄个。我较早做天然气，嘛做过再做过迄个风力，嘛做过太阳能，拢做过，拢做储能，拢做过。刷来，我要先请教着牛老师吼，咱就知牛老师这个看到牛老师的班吼，真侪资料啦吼。第一，我要先吼请教牛老师，那要定刻起来吼，这上紧啊，足紧足的哦，嘛是因遮的张先生嘛爱产品上紧会当偌久？我讲实际啦吼。中企吼，用迄个即马政府上届配合的国家德国来看，做例子，做迄个做一个迄个参考啦吼。德国吼，2023年吼，那迄阵2月到所有的核电，伊还佫剩迄个几个核电厂吼，爱关掉啦吼。但是伊结果延期啦，无关掉，佫延期2个月。原因是啥物？原因是因为迄阵迄个乌俄战争嘛，所以呢欠电，佫电价佫起足大就对啦。所以呢政府就同意讲吼，互伊佫继续佫芳2个月，所以就即款情形。其实已经到期啊，唔系当佫延啦。但是迄是还佫咧放吼的时间来决定讲，互伊佫放。对。我是讲，咱嘛不是要税收嘛，嘛会当停啊。你要佫开始，上紧就是安尼。你要开始就当开始。第二中期就是讲你可能要佫延期，要佫延约20年，即嘛修法通过，会当40年，会当变60年。60年。真若要做这款代志，当然你还佫一寡新的、一寡迄个零件啊，啥物一寡迄个设备啊更新。我这资料读甲真详细，为讲内面这物件吼，有诶爱换反应炉啦，因为这佛山是压水式的这反应炉吼，运作压力吼是比核热的这个滚水的吼。对这边啊，这个产生器啊，这保护爱更较要求呢。我了解是安尼。我是唔捌啦，我是读这资料。连伊咱请迄个台电的专家，但是我了解是安尼，我嘛问过台电的专家啦吼。因讲所需要的时间2年，修法通过2年，即马修法已经通过啊，2年。爱处理2年。2年的时间即款需要的时间是安尼。开始呢，大概差不多，准来讲6个迄个核电厂，核1、核2、核3，所需要大概600万啦。你准来讲算卡一个头100万啦，100亿啦，对不起100亿。100亿，我是讲600万，足俗的啊。你准来讲我甲量较算轻松的对，算较莫讲遐。下当本而已啦。对，你说来当安尼做上价啦，2倍啦，超1200亿啦。咱即卖核能厂即卖运转啦因为你减迄个咱有2个问题，欠电的问题，所以咱需要核电厂。第二呢，就是讲贵啊，你即卖去替代再生能源，是替代迄个燃气啊，拢较贵啊。我的计算因为2024年，因为安尼减超300亿，迄阵拢总共有超420亿个发电量，核电厂减300亿影响伊成本的差异是1050亿啦，今年是1200亿啦，明年是1300亿啦，所以咱们接下来这3座核电厂准那个延役。2年的时间都要塌起来，1年的时间就拢回缩啦。所以这款的，咱就解决咱即马缺电的问题，真严重。因为你要替代迄个核电的这技术，这新的技术，包括再生能源，包括燃气起得起来。接收站嘛，即马这2个接收站已经设备的利用率是120%所以你要个新的。迄个燃气电厂的设立你都要有需要起这接收站，拢延期就问题包括台中咧。我知。台中咧，这个
今年就按火力全开啦。对啊，啊，即摆说，所以呢，咱来看咱的迄个欠电的情况足严重的啦。所以哦，你变讲你无需要袂使的啦，吼。是。咱安尼讲吼，政府啊，讲会员无欠电啦，啊有欠电无欠电，毋是讲咱大停电咯，大停电伊嘛讲甲欠电无关系吼。但是呢，咱迄个照台电的定义啊，就是讲咱的备用容量率啊，吼，需要比10%较济啦。意思就是讲吼，咱的可能的上大发电量，迄个比例所需要的迄个用电量吼，爱10%的迄个优比啦，10%的优比啦。啊，即马目前的情形，政府讲我逐工拢有啦，但是你看伊的资料吼，伊讲等2023年吼，伊的迄个备转容量率吼，低于10%的天数呢，只有7天啦。但是呢，伊的算法哦，伊是算日间的啦，暗时的无算啦。但是你即马太阳光电啊，愈来愈济嘛，暗时就无电啦。即马欠电啦老师你讲的是重点。啊，但是工厂的运作是24点钟，对啊。我意思就是讲吼，无你咱欠电无欠电是爱10%以上。这才是无欠电，10%以下就是欠电。老师的定义啦，无吼，你就知影一寡只这台电的定义。啊，你因为爱应付吼一寡个基础啊故障啊，发电厂的基础发故障，你有这个10%的迄个优惠是需要。是。啊，即摆政府讲，我昨啊2023年到7天啦，比10%较低。啊，事实上啊，你暗时啊算吼，有70%啦，有70天啦，毋是7天，差10倍啦，吼。啊是，咱先停一下。愈来愈严重哦，今2024年吼，无到10%的天数吼，是119天啦。119天啊，3个月哦，差不，咱的迄个1/3的迄个。老师，这7天甲119天，我甲你记起来，咱先停一下吼。我吼贾老师吼回应，恁这老对头，小老师，贾老师小顾者，老师。即摆要讲迄个台湾，即摆所有的核能拢停掉啊！爱搁偌久的时间，才会当重启吼？伊即个时阵要来讲，爱搁偌久，是较无实在，因为咱根据修正过的即个核管法第6条，伊有2个做法。第一个做法就是讲，即条到期以前，你提出申请，这叫做延压，改你的即条的年限。第2个部分就是讲，如果停掉以后，你嘛要提出申请。那目前这个法定规定呢，是去讲提出申请，并无要求经济部甲台湾电力公司呢。一定要提出来申请。啊，如果提出来申请呢，需要的这个文件、甲定数呢，伊的执法无清楚，无清楚的。过去还未修正以前是有真明确的，什么款的报告？对，老师你讲到这吼，变做讲。张先生，咱线顶的张先生，因这关注小组，若要加入这个过程当中，嘛就要有法令来支持嘛。是啊，伊即马就是照讲，伊这个核1厂甲核2厂，伊拢有在地做督业的这个监督小组。区公所的赞助甲县政府的赞助，拢有这款组织来参与。啊，但是因村里、乡村所在敢有？这就是爱去争取啦，就是。但是无法源台电嘛会使讲啊，歹势，这袂使。我目前的了解，目前这个台湾电力公司，伊这个参与这个方面的心胸是真开阔。只要提出要求呢，台湾电力公司应该拢会接受得到。所以我前几天，所以这不是问题啦。我前几天有去恒春，我嘛有听因这款的反应，啊，我嘛讲我愿意将恁的要求向台湾电力公司来反映。啊，这头一个，第2个，他昨牛老师所讲，你这
讲7天，其实哦，暗时欠的才119天咯。啊，这一天的地书未付齐，地书就真侪工厂来受损。因为过去的尖峰用电，咱拢认为是透中昼嘛。啊，即摆因为大家包括你电车的这个充电，过去的高峰时间、尖峰时间，即摆拢刷去暗时啊。暗时因为这个替代的这个再生能源，包括这个太阳能，即摆拢到暗时就较少嘛，所以因暗时啊，到暗时产生电力的需要呢，比过去较严重。较严重。这是李老师讲的，这是事实啦，这是。但是我头仔，阮制作人甲我提醒吼，讲即马台电定义的讲日间的即个备转用量吼是10%，暗时的备转用量是7%。啊是安那？这是台电的定义啦，吼，这是台电的定义。但可也许是暗时的电量的需求量无遐大啦。即马较大。即马较大。即马比较大。啊，所以老师，安尼这119天是会付期啊，未付期啊？即马变较大，差不多。无够啦，无够啦。无够。你若来讲7%吼，嘛无够啦。7%吼，2024年就顶年啊吼。低于迄个7%的天数吼，有34天啦，有34天。啊，低于吼3%，低于迄个低于5%，就4%外有3天啦。啊，所以根本就是欠电。啊，最近的情形啊，愈严重哦。最近的情形吼，核电厂啊，到今年的5月啊，甲即马5月初一甲即马吼，你可以发现吼，即迄个5月17只核三只2号机才下来嘛，吼，伫遮啦吼。啊，你看，伫头前呢，已经拢差不多6%呢，吼，6%。啊，等头甲这个迄个核电厂全关的时候，这边呢跌到5%多了啦，吼。而且哦，这款情形那跌到5%多呢，这一寡燃煤的电厂哦，包括台中的这个1号机呀，哈，2号机啦。啊，包括吼，迄个咱迄个新达诶，吼，迄本来已经停诶，继续搁咧放啦。包括林口大林啦，迄已经停诶，搁开始咧用啦，火力全开啦。那即款情形啊，是才5%哦。啊，你这么变管起来，迄是礼拜六个吼，连拄啊假日啊，搁天气较冷，所以变较好。但是这情形哦，足严重诶哦，火力全开哦，啊，这5-6%哦。老师，你讲的我会当理解吼，不过我要先请教这廖处长吼，我望这个议题吼，我差不多有30年啊，但是我甲贾老师、甲廖老师唔知见过几摆面啊啦吼，我的感觉是安尼吼，对啊唔对，你甲我指教吼，就是讲咱即马有一个问题，那么有2种处理方式，一种就是铲豆干切5角，吼，就是安尼甲做落去。啊，一种吼是这爱咪唧吼，这倒遐倒吼，啊，这个冲。啊，一种是讲这安尼较健康，哦，食这安尼创这安尼较健康。啊，一种是铲豆干切5角，你食落会记着。那万不然吼，那是中国吼，一个飞弹来甲你射落去，哇，你就脑xuất。所以啊，个上重要，个这个最终的这个储存厂吼。啊，佫无所在，你唔知要等去倒位？啊，这你看个遮济啊，咱不如吼，咱来做一个较有气质的啊，来这倒啊，用啊，哪行哪远，哪行哪飞加远。廖处长，你认为技术上，你敢有通挂保证讲100%，咱解除因这在地人的这个疑虑啊？这样咧吼，拄啊，张先生咧讲啦吼，这中央甲地方吼，要安怎去合作，这是新条件吼。我嘛强调讲，甲地方的沟通非常的重要。这点过去可能咱做了无够，哦，应该做较够。但是我一听讲哦，这个演习安尼，哦，安尼真假啊，不奈呢？我了解应该唔是安尼啦，无解，可能是张先生无参加啦，哦，无去受邀请，但是确实有咧做啦，唔是。无讲啊，车节做一下表演一个，唔是安尼啦，我了解唔是安尼啦。是，我就做几个补充。为什么拄啊？
这个梁老师啊，甲社会长拢讲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叫做压制曲线。好，这个压制曲线是对倒位啊？对加州来，加州因为伊的太阳光电真大，所以一定要发生这个代志。啊，这个发生了后，慢慢那发生啊吼，这个是安尼啦。这个是总所有的用电量，啊，这个是太阳光电，吼，伊对透早无，甲7点起开始大，甲中昼上大，11点甲7点上大，过来无去，啊，你无安怎，其他就变由这个来补，由其他一管又来补，所以为什么讲，即马讲做有欠电无？问题是拄啊，梁老师讲的。你若讲有欠电无欠电吼，拄有讲大汉拿5号机，伊是天然气，已经除役啊，伊是2022年除役，但是在2024年跟2025年中起，为什么？因为有规定，当初台电要甲经济部讲好，讲做我即个除役了后吼，无甲拆掉去，甲当作备用有备的。当什么？当我的备存容量减6%以下。有可能减6%以下，我要启动。哦，因为伊是讲6%以上，啊6%以后就变6%甲10%是黄灯，10%以上是绿灯、啊过来就是变柑仔灯，变柑仔灯，啊就麻烦啦，对吧？所以为什么讲伊会起来？因为伊当初有讲过，讲若是6%以减降到6%以下，我会当去运转，但是运转一年袂用去超过720点钟久。有这规定伫的，所以台电做法并无违反规定，但是这是有欠电无？这大家都应该想法啦。哦，为什么？就是表示讲机载电力太少啦。对，处长，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好啦，也许我承认讲有欠电啦，但是我哦，遮补吼，我会当啊，某种程度啊，罔多罔用，这第一。第二，若是现代科技。即马真济即个风力还是太阳能开始有即个独能设备啦，吼！即独能设备佫有真济人有真济方式啦。贾老师小会长小等会当来补充啦，就佫足侪方式啦。你莫讲大电厂啦，咱社区啦安怎啦，吼，创到安尼吼，咱要真有气质，咱是恢复家园。即你敢有料想讲，即徛在技术的即立场？另外一方面，你认为可不可取啦？你看全世界的趋势，全世界国家是安怎做？做不管是太阳能、风能，全世界拢咧做。西班牙做到50%以上，德国嘛做到50%以上。为什么伊要维持核能？你有安尼去想无？伊就讲有维持有这核能有伊的好处。哦。为什么就用储能就无简单好处理？储能的，但是储能第一点成本悬，你是不是大家拢愿意付较大的代价去？好，第二点，储能的技术慢慢即马当咧发展中，佫无真成熟，成本悬，这个问题。核能好处用加减即嘛。我知影东京电力公司人伊即马已经开始大量的开始咧用这种方式咧处理哦。我嘛认捌因迄个厂商吼，其实技术上我想小等张党会当来补充者。是，但是你有感觉无？你看日本2030年要维持核能20%到22%，为什么要是啦？这当然是事实。这当然，我只是一直咧想讲，咱国敢有可能有开始有做一个咱以前拢唔捌经验过这种方式。我唔是讲我赞成爱甲核能厂规拢废掉哦，我是讲就现不现。张先生，你在线顶吼？是。张先生，你家己对这个恢复家园，你敢有这种向往？讲这安尼较好。这吼，我搁对在紧张吼，莫安尼一日咱甲看抬头看了迄球吼，我就心情就歹安尼。当然，如果拿以在地来讲，阮当然阮是无希望讲阮住伫一个没有实实在在安全的地方啦。那今天我们也盼了很久，说核三厂已经40年了，除役了。那既然如果政府
要去说啊，你没有电要怎样？但是没有电也不是恒春人的事吧？我无希望讲你用无电这个话来侵扰恒春人，讲你爱开放还是爱安怎？而且恁要开放还是无爱开放，也毋是阮恒春人有法当决定的时阵，阮实在足无言的啦。而且我嘛希望讲，我的呼吁，互所有的政治人物拢听到。第一，你爱伫同安全的状况之下，来甲恒春人讲这可能是非常的安全啊。第二，爱有公民参与的权利，伫恒春人爱入去参与。阮较有法当去了解，因为伫40几年来，恒春人完全没有参与核三厂的所有的这些说明，或者说它的安全。第三点，阮嘛曾经甲台电甲核三厂要求，讲阮是毋是爱有一个监督小组？阮这个监督小组只是讲要来甲恁背书呢，毋是要来甲恁抽后腿呢。恒春人有法当去参与的状况嘛，毋是你核三厂内底演习吧？因为我们这里是一个特殊的气候啊，有落山，一旦你发生的放射性物质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如果落山风它的风速啊达到8级的时候，它每秒风速是相当快的啊。核三厂到我家，风速一吹啊，不用30秒。那个放射性物质就到我家了，你说我怕吗？我当然会怕，所以我们要求。你即摆规口罩拢带伫恒春吗？我拢带伫恒春啊。啊，你是今年是说啊，是离家来北上来食头路，还是还搁伫恒春？我尽拢带伫恒春啊。你带恒春吼？是，我住伫恒春60年啊，所以我对恒春的地下水源、土壤，我们都很了解，所以我们才会想要去看它的安全计划。所以它的所有安全计划，我们看了之后，我们才知道说啊，你的风向从哪里来，你的疏散计划要怎么走，你的点位设计在哪里。如果今天吹的在冬天，它吹的是东北风，那我们下风处就在白沙这啦。那你一定要赶快从白沙这边疏散出去嘛。可是到了夏季呢，它吹的是西南风啊，它吹西南风是往哪里吹？往满洲吹啊。所以你要赶快把那边的人疏散掉啊。这是种种我们为什么要做公民参与的原因啊，就是为了安全起见啊。你找来的人来写这个计划，他会去检讨那一个写这个计划，他会去查资料，他没有当地的人了解啊。这是我们一直想要去参与，是因为我们了解当地的气候、土壤还有水源生态种种，才会要求啊。刚刚谢老师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啊，一定要有法源的依据啊。如果没有，我们也只能讲一句台语的叫告肥火车啦。阮伫呢说明会内底就很低微的去要求他们很多东西，他们都对我们置之不理啊。所以阮只能发声啊，就是尽量我当发声，我们在这里发声，但是我们能不能得到效果，不知道。张先，你曾经向过这个佛山厂的这个厂长，啊，甲台电的高层来反映讲，你头仔所讲的这种疏解啦，还是讲万不能来发生啊，参加演习啊、监督这种代志，你有讲过吧？我伫迄个厨艺的说明会内底讲过2、3代，这是公开的，我想他们的记录里面都有啊。是。但是我安尼总叫听起来，其实你唔是绝对性讲我一定买这项这个佛山厂，你无绝对性讲袂使安尼嘛吼？
这个要取决于全体的那个恒春人的意识啊。我一个人决定没有用啊。但是即使说你今天要营运，也要在安全的环境底下，所以我们才一直要求说，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个在地的一个监督嘛。你没有监督，40年来我们都没有监督，你现在又要延长20年，我们更没办法监督啊。那40年的老车，你不能跟我们讲说，现在有很多人都跟我们讲说啊，它跟新车一样，40年的老车，它就是老车，像跟你讲，这40年跟它新车嘞。哎呀，很多人坊间都一直跟我们讲啊，这个哦，哎，这40年要个像新的同款，怎么会跟新的一样？我代替你问处长，40年的车也有可能讲跟咱新车同款吗？这好笑吧？唔会啊，唔是安尼讲，绝对唔是安尼讲，唔是安尼讲嘛吼。安尼讲，拄啊有讲到，拄啊梁老师有讲到讲，到底若是要验压，爱换偌济设备对无？其实我讲，反应炉甲调压器拢袂换，无可能换。伊换的部分是啥物？气的部分，我讲咯，电器的部分，控制部分，这几个为主。啊，大的设备袂换，为什么？反应炉吼，用80年也无问题。美国即嘛80年也无问题，美国即嘛吼94部咧运转。就是你有听到讲反应炉用80年也无问题诶？我来跟你说一下吼，即嘛美国。这个话这样讲哦，有一点问题啦。我曾经跟台电讲说，我们要看你的那一个检查报告，就是说你的 SOP 啊，就像老师讲的说啊，你的管线到底有没有去每天去签名或者做保养，做怎么样？我们要看到最原始的你签名的那一个 SOP， 我要看到，没有人愿意给我们看啊？为什么？我怎么知道你去检查的人今天有没有按照你的步骤来做检查呢？因为你看到原始的签名就知道，我们当过学生，我们有时候都了解，有时啊吼，一本起来一盖签30天的嘛有可能啊，同一个原主笔签的啊，这些我们要看的是这种东西，我们要监督。没啦，我也相信哦，廖处长是人计价，但是吼，就我。就是你小等咧吼，我互廖处长小可讲完，你去听一下吼，拜托来廖处长。美国吼目前有94部诶无人机组咧运转，其中有88部已经准验压，其中验压是验20年，但是有12部要验40年，12部内面有6部已经准啦。处长，我这个感觉是真趣味哦。有会当验20，有会当验40，可见这个物件嘛会香啊，会香气啊。问题就来啊，为什么咱有会要验20，有会要验40？成本嘛，你要验遐尼久，你就部分的设备爱换，换你爱去算看嘛，讲会好袂好嘛。哦，是嘛。你若讲成本真悬，我就无验遐久啊。你成本若真低，我就赶去验。所以每一公司、电力公司做法无同款。这等一下讲，这佛灵验压的成本真悬，这嘛是有相当部分有道理吧？我会强调，拄啊梁老师有讲过啦，吼，若是要验底期，分做2种啦，验压以核三厂来为例啦，吼。你若讲要甲验到底期，吼，先讲我先验才讲，5年内2部机，核三2部机100亿左右。你若100亿左右。你若讲要甲验20年，100就要你讲吼，参咱100甲做好，400亿左右。400亿。但是我讲过哦，400亿是20年哦。不过吼，处长，我也是转来到这张先人伊的心情啦。你感觉因的心情，咱爱甲照顾。爱是要安怎用？我讲哦，沟通非常的重要。哦，若是要验压，台电需要验压，还有用更较侪时间来沟通。互伊会当信任吗？伊要求的物件，拢爱有看。来，我互牛老师说讲一下。对，我完全同意啊。这个地方的迄个意见啊，地方的关心嘛，吼，伊安全啊，这款的关心是爱照顾啦。所以台电伫这方面爱当个做更较好啦。哦，将来阵来讲验压，哦，这继续个自身，这个代志一定爱做好啦。
啊，第二吼，阵啊出现讲你咧担心的讲啊，阵啊核能讲安全的问题来讲来讲吼，那影响唔是甲当地啦，影响的范围更加宽啦。所以从这款的影响，你就要知影讲，世界各国大家对核能的政策到底是安怎？但是我讲白，人伊早就讲，有吹去啊满洲啦，就是拢唔捌演习过，安尼是要安怎？我讲这款的爱改进啦，但是我讲伊影响唔是甲地方迄个所在，我听拢有影加润顺的。而且呢，世界各国，咱咧包括日本、包括美国、包括迄个俄国，伊拢发生讲迄个核能灾害的问题，但是伊的核能政策继续要发展核能。日本甲迄个2030年，伊的核电的比例的目标啊，20甲22%。美国核能是18%，即嘛，18%。未来呢要增加4倍，啊，甲2020年，2030年吼，要增加4倍。啊，更较要紧的就是讲，31个有核能厂的国家，拢要继续搁发展核能厂，加台湾甲德国啦。啊，德国呢，伊原来是出口哦，伊的电有够出口哦。啊，即马是变进口哦！啊，咱台湾咱就是一个岛啊，你电要对倒来。啊，咱即马甲即个情形呢，咱即马了解，他拄仔你讲的问题。我阵啊，都继续搁安尼做啊，啊，都已经8年啊，嘛是安尼咧过啊，哦，啊，但是咱了解的情形就是讲，咱已经发生较大问题，欠电，未来更加严重，电价咧起价，你讲要零碳。做袂到，空气污染更加严重啊！能源安全、国安的问题，这是拢大问题。已经知影8年，已经互你证明讲无办法做。你这款情形下，你是毋是爱改？要爱改，有啥物问题？第一，2018年，咱公投通过啊，政府无爱执行啊，以核养力啊，继续无爱执行。讲伊核能的废料无办法解决，啊，即马核能废料，5月7日，核能1厂的迄个干储厂已经完工啊，已经咧启用啊。所以我今仔无讲这哦，我今仔注重讲欠电无欠电，啊，在地人是安那想。对，啊，所以咱甲照顾，咱咧伊的关心咱甲照顾。啊，我咧讲，咱整个的国家的政策，咱是安怎啦？影响较大的代志，遐歹的物件，那大家拢继续要做。都是有困难呐、啊，咱台湾8年试验完全失败。好，老师，因为时间有限吼，我吼张党吼，来你做遮侪，小咱社会长嘛爱讲吼，所以爱时间节制。你做遮侪这能源，唯独无去做核能，当然是核能厂的这个物件真贵啦吼。你感觉台湾应该有其他的选择吗？就价值的选择来讲，我感觉这是拢选择啦。哦，能源我当然讲，能源是选择题，唔是是非题啦。哦，包括拄则这个梁老师在讲你迄个备载容量6%、7%、10%，这嘛是选择。哦，你要安全到什么程度？你的供电稳定，你要感觉讲我安全到什么程度？啊，核能嘛是共款。哦，你要安全到什么程度？当然，即摆这内底有一个。我即摆咧讲，咱政府目前做的工作啦，因为拄则梁老师咧讲的，这是电力化啦。其实咱迄个国家有一个环境基本法23条，内底有定讲，咱国家爱政府定政策，慢慢啊一步一步达到恢复概念。哦，这个物件，所以目前政府做的是配合这个政策基本法配合国家的法令在做啦。吼，啊，你即摆当然这个。最近这个核三厂处理这个代志，这嘛是伊的时间到嘛，吼啊！即摆有新的法令通过，讲核2、核3会使你搁重启，吼啊！这法令若完备，咱国家若感觉有需要，我感觉讲核2、核3都已经放较久啊嘛，哦啊嘛拢好势，若讲安全检查拢无问题，这应该是乐观其成啦，包括讲。
拄则迄个廖先生有咧讲吼，其实我一直咧讲核能甲绿电两个无冲突，因为咱这种是非碳能无碳能源啦吼，咱未来国家咱要外销，碳排放减少对咱非常的重要，所以。不管你核能有原理也无原理，咱再生能源嘛是爱佫继续来发展。啊，核能其实这储能其实即摆嘛已经真进步啊。张党是中间派啦，吼。啊，所以其实我感觉是爱佫继续来发展。啊，这个核能这部分，当然拄则因咧讲，这一个国际趋势啊，对咱来讲减碳，而且咱的能源安全啊，但是。最后嘛是咱家来去决定讲，这是毋是一个好的选择？来，贾会长，亲像我大家所讲的吼，咱真侪人拢用倒一个国家以偌侪旧的即个安怎用嘿？佮安怎中起啊，开偌侪钱，这种国外的一寡案例，只有会当做参考而已。那以台湾呢？即马佫看起来嘛，即马内面的即个高站的即个核废料还未退出来，所以因咧讲迄个为主体有必顺无，即马嘛佫毋知。那不管如何，就是阮一直诉求的，就是讲即个安全的即个问题，有法度确保无？哦啊。目前看起来就是政府有要提出申请无，还佫毋知嘛。不过，那是公道落去逼落去，伊嘛是爱落去做啊。无，伊个公道，这就有一个法律效应的问题。哈，因为这个公道的主文呢，含修法过的这个核关法共款，拢无去要求经济部或者是。台湾电力公司也提出申请。哦，所以伊公道的题目应该说，经济部应不应该重启到佛山？伊无应该安尼写才对。伊嘛无安尼写，啊，修正过的法令嘛无安尼写。所以讲，这个部分嘛是爱这个执政党落去家己做分析。爱叫斟酌哦。伊个责任啦，无其他正当的理由啦。伊咧讲的理由拢无存在啊啦，就是迄个无强制性。哦，这无强制性，我因为线顶吼，当然上后尾吼，互你过来做总结吼，你一再强调安全。他贾会长也讲，要拍开，毋捌互恁审过讲，这为主体是毋是有必顺还是安怎吼？恁来强调，但是呢，一旦公道落去，讲哦，全台湾拢转落讲好，爱定起。你会安怎来处理？安怎来反应？如果是公投完成之后，大家都是想要重启的话，那我们恒春人也迫不得已啊，因为法令它就这样嘛，我们没权没势嘛，是吧？但是有几点吼，就是恁敢无想讲恁这几个乡镇恒春半岛的这样几个乡镇，家己过来舞一个公道者？会使哩啊，当然我嘛希望安尼啊。但是如果在真正讲万不得已的状况之下啦，吼，如果已经通过啊，公道啊拢通过啊，我希望就是第一，爱做到绝对的安全啦，吼。咱莫讲100%啦，起码做到98%吧，哦。伫个安全的状况之下，互恒春人有一个。有法度去安居乐业。第二点，一定要有公民参与。第三个，一定要开很多场的说明会，来让恒春人了解他的利弊以及他的权利。哦，不是这后面不是只有说啊，我想要继续开启或者种种，这后面会有衍生很多的问题出来，因为。你现在核三厂里面，原本我们在除役的过程里面，我们希望它那一个海岸线啊，因为核三厂它封闭起来，它有很多的生态在那里面啊。可是当时我们要求台电核三厂，你不能做光电板，可是现在它已经把整个马鞍山
全部都弄了光电板，里面那些生态啊，还有稀有的这些动植物啊，几乎全部都遭殃了啦。这不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我们才会要求说，很多的要求都在说明会里面跟这一个核三厂提出，可是就回到那一句话了，我们没权没势，我也只能讲讲而已。就是我是真鼓励哦，鼓励哦，在座4位哦，嘛真甲你鼓励讲哦，恁会爱发动哦，恁家己哦。